國際消息繼續來關心，這紐約拉瓜迪亞機場一架加拿大快運航空的飛行器降落時，刷到一台機場的消防車燒落，造成2個機師死亡，數10個人受傷。這美國總統川普嘛講，這可能是人為疏失，運安會已經介入調查。飛行機頭前弄甲密密麻麻，現場亂糟糟。紐約拉瓜迪亞機場當地時間22暝發生跑道燒籠的事故，一台加拿大快運航空客機佇咧跑道的時，甲一台中立機場的水靈車燒籠。美國總統川普講，這是一場真驚人的事故。They made a mistake. It's a dangerous business. That's terrible. 因為這已經是美國過去15個月以來發生的第3起飛安事故，引起外界對航空業安全防護敢有出現空棚的質疑。其實，在事故發生之前，機場另外一邊因為發生緊急的狀況，航管人員才會批准一台水靈車駛過加拿大航空客機原底要走的跑道。幾秒鐘後，錄音檔就傳出停停停的指令，也毋過已經未付啊。航空專家指出，這場悲劇的原因可能跟美國長期以來航管員欠缺時間有關係。真濟航管員一禮拜上班6天，連續加班，疲勞甲高壓，互判斷力下降。錄音檔甚至會當聽到航管員講家己母害去啊。Were they handling 2 jobs? Were they working beyond their shift? Were they working a 6th day? And obviously the controller admitted fault when they were talking to the Frontier pilot and they said, I made a mistake, or I screwed up, or something like that. 美國運輸部長證實，2個機師死亡，72個乘客甲4個機組人員當中有40個人送病院治療。雖然機場目前已經部分恢復營運，也毋過因為受損的客機甲水靈車猶是佇跑道附近，調查甲清理的工作是需要過6個月的時間。機場短期內無法度恢復正常。There is a reduced capacity because the aircraft and the fire truck are still in their positions from last night. So we are going to have reduced capacity for some time, but the airport is operational. 目前除了美國聯邦航空總署甲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展開調查，加拿大也派出團隊來幫助，希望會當找出真相。這個事故閣再互全美航空安全系統出現警示，對着聯邦預算無解決，安檢甲航管人力欠缺，旅客恐驚短時間內要是真驚嚇。公視新聞鄭偉玲編譯。